罗里社区连续12档办理模仿电成功登录的活动，希望透过活动，让市民大众对着开台的历史会当有更加清楚的了解，同时嘛会当带动周边的旅游体验活动。宣传记者会期间，罗里社区特别邀请台港国家公园管理处处长张登文、台语文老师刘慧荣、海军陆战队分家难联名的兄弟，以及戏剧《乌水沟传奇》的演员，一同来到宣传。若门地区在1661年郑成功这边登陆以后，到现在大概361年，那这个也见证了我们这个台湾这个地区的开拓史，那留下了很多的文化史迹跟我们发展历程。那今天我们特别办这郑成功登陆的这种情景的重造，那已经陆续了12年了。那这个地区端正活动主要是唤醒大家对这地区的文化、历史产业的缅怀，然后大家来共同爱护这个社区，爱护我们的环境。而为什么这次会有剧组人员来协助宣传？原来是因为戏剧《乌水沟传奇》的剧本身就是在讲郑成功的故事，加上罗里社区大力支援戏剧拍摄，所以该剧制作人刘佩玲特别带领演员做伙来为活动赞声。黑水沟传奇之郑王赴台讲的就是郑成功公元1661年从鹿耳门登陆的一个故事，以这个史实作为背景，讲究小人物如何立志艰辛唐山过台湾，然后陪着郑成功这些大军登陆，开启汉人文化的一个历史故事。所以说我去年就开始来请教蔡登进理事长，然后有做了一些田调，然后也跟理事长谈合作的部分。那很有荣幸的是，理事长很支持我们乌水沟传奇之郑王赴台，所以他也邀请了我们的海军陆战队的弟兄们来客串我们的郑成功登陆抢滩的一个活动的演出，那非常的有意义，而且对社区的发展，对我们台湾历史的溯源，也是有一个很正向观念的一个影响力。我们结合了影视单位的黑水沟传奇郑成功赴台因为如果社区长期在办理模仿郑成功这个活动呢，得到台北某影视公司他们的支持来这边选景。那最重要的，今年在疫情的之中，我们会很严谨的来办理这个，做好防疫措施，不要让它破口也欢迎所有的乡亲朋友在4月30号早上9点半到鹿耳门溪口去参观我们这一次的活动。登宪361档前，郑成功登陆活动将在4月30号登场。今年的名额只有40人。主办单位罗里社区欢迎学生乡亲对着活动有兴趣的朋友，赶紧报名参加，做伙为趣味的登陆活动当中认识台湾的历史。4月30号，大家做伙来。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